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9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，申命记第4章21节到40节，马可福音第7章第9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洁净。关于洁净，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导。他曾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洁净了，全身都洁净了。基督信仰的教导基本上是积极面的，因此我们不但要追求自己的圣洁洁净，更要追求使人洁净。洁净在信仰上的意义，其实就是亲近上帝，即所谓的圣别自己，分别为圣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生活上经常的离开上帝，得罪上帝。申命记第4章21节到40节这样说道：由于你们的缘故，上主你们的上帝向我发怒，发誓不准我渡过约旦河，进入他要赐给你们的那肥沃的土地。我会死在这里，不能渡过约旦河，但是你们就要过河，占领那肥沃的土地。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忘记上主你们的上帝与你们订立的约。你们要遵行他的诫命，不可为自己铸造上主所禁止的任何偶像，因为上主你们的上帝像炽烈的火焰，他不容许任何跟他对立的神明。即使你们在那里长久居住下来，有了子孙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任何形象的偶像，以至于犯罪。这在上主眼中是邪恶的，将激怒他。今天我呼唤天地前来作证，如果你们不听从我，就会很快的从那土地上被消灭。你们不能够在将过约旦河去占领的那土地上长久定居。上主要把你们驱散到各国，只有少数的人得以存留。在那里，你们要膜拜人用木头和石头雕刻的，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吃、不能闻的偶像。在那里，你们要寻求上主你们的上帝。如果你们专心一意寻求他，就会找到他。你们遭遇灾难、受尽痛苦的时候，终究要归向上主，听从他。上主你们的上帝是仁慈的上帝，他绝不丢弃你们，消灭你们。他不忘记他亲自与你们祖先所订立的约。你们要查考历史，从你们出生以前一直追查到上帝在地上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你们要查遍全世界，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伟大的事？有哪一个民族像你们，听见上帝在火焰里向他们说话而仍然活着？有哪一个神明会做像上主你们的上帝在埃及为你们所做的事，敢于把一个民族从另一个国家抢救出来，成为自己的子民？你们亲眼看见他运用大能大力，降瘟疫、燃战火，显神迹、行奇事，叫这些惊人的事发生。上主对你们显示这些，是要证明唯有他是上帝。
除了他没有别的神。他使你们听见从天上发出的声音，以此来管教你们，又使你们在地上看见他神圣的火焰，从火焰中向你们说话。他因为爱你们的祖先，就拣选你们，运用自己的大能大力，亲自领你们出埃及。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他把那些比你们强大的民族赶出去，为着要领你们进去，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你们。今天你们还拥有这块土地，所以你们要记住，不可遗忘。天地间唯有上主是上帝，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今天我要把他的法律诫命颁布给你们，你们的上帝要你们遵行，这样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定事事顺利。你们将继续住在上主你们的上帝要给你们作为永久产业的这块地上。以色列人雕刻偶像，敬拜偶像，得罪上帝。他们不但自己不洁净，还使所有的以色列人因而成为同流之人，包括摩西。耶稣基督教导跟随者要从生活，从与父母亲的关系保持洁净的生命，并且提醒跟随者什么事才是真正使人不洁净的，就是从心里的脏污。马可福音第7章第9节到23节，耶稣基督这样说。他又说，你们技巧地拒绝上帝的命令，为的是要居守传统。摩西命令你们要孝敬父母，又规定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。你们偏要说，要是有人把奉养父母的东西当作个儿板，他就不用奉养父母。你们这样做，等于是拿你们传授给别人的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。你们还做了类似许多的事。耶稣再一次召集群众到他的面前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那从外面进来里面的人不会使人不洁净，相反的，那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不洁净。耶稣离开群众进屋子里的时候，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跟他们一样不明白吗？你们不晓得吗？那从外面进去人里面的不会使他不洁净，因为从外面进去的不是进到他的心里面，而是到他的肚子里，然后排泄出来。他继续说，那使人不洁净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有种种的恶念，这些恶念指使他去犯通奸、偷盗、凶杀、淫乱、贪心、邪恶、诡诈、放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妄等罪。这一切的邪恶都是从人里面出来，而真正使人不洁净的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。要赞美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？谁能述尽颂赞他的话？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主啊，你善待你子民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，拯救我。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，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，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。
我们跟祖宗一样犯了罪，我们都罪孽作恶。13节，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作为，他们不愿意等候他的旨意。在旷野中，他们欲望无穷；在沙漠中，他们屡次考验上帝。他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但也降疾病在他们当中。在营中，他们嫉妒摩西，对上主的圣仆亚伦猜忌。于是土地裂开，把大丹吞下去。他掩埋了亚比兰和他的一家，有火降在他们同伙身上，焚烧了那些作恶的人。他们在何烈山铸造牛像，向手造的偶像跪拜。他们用那吃草的牛像替代了上帝的荣耀。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，忘记他在埃及行的大事，在韩行了奇迹，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。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子民的时候，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，挽回了他的烈怒，解除了以色列民被消灭的危机。47节，上主我们的上帝呀，求你拯救我们，求你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，使我们得以感谢你，颂赞你的圣名。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得到称颂，从亘古到永远颂赞他。愿万民同声说阿们，要赞美上主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圣洁，从生活中与人的关系，从心里成为圣洁之人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洁净，让我们成为亲近主、属主圣洁之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